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今天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文章，叫小米会否给特斯拉致命一击？这个标题听起来就非常让人兴奋。小米能不能给特斯拉致命一击？这个有点像华为能否给苹果致命一击，都是可以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这个话题。我们看联合早报它是怎么说的，他说曾几何时，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风光无两，中国消费者甘愿为其试驾体验大排长龙。而今特斯拉仿佛一位步步撤退的老将，眼睁睁看着中国市场份额被本土车企的一波波攻势蚕食。率先崛起的是中国电动车企业比亚迪，凭借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逐步撼动特斯拉的高端市场份额。紧随其后，从消费电子跨界造车的小米，更在短短1年多里，在销量上超越深耕中国10年的特斯拉。根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自去年4月上市以来，小米SU7截至今年1月的累计销量达到16万2千辆，超越同期特斯拉 Model 3的15万2千辆。若将 Model Y 计算在内，特斯拉在华整体销量仍具一定体量优势，但增速明显放缓。今年5月，特斯拉在华销量略低于4万辆，同比下降 30%。同一期间，整个中国新能源车市场增长 28%。这些数据反映的并非是短期的波动，而是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持续失势。中国乘用车协会数据显示，特斯拉在华市场份额已从2021年初的 11% 下滑至今年5月的 4%。相比之下，比亚迪已攀升至 29%， 而小米则在短短1年内迅速拿下 3% 的份额。随着小米发布会全新车型预期两强之争进一步升级，这款对标特斯拉 Model Y 车型发布后仅1小时预订量就突破28万9千辆。有媒体统计，若小米能在今年内交付20万辆，预期下半年月均销量有望突破3万辆，实现超车 Model Y。 小米创始人雷军一向毫不避讳，将自家车型与特斯拉直接对标，将SU7瞄准 Model 3，将这个预期锁定 Model Y。 就当前市场表现来看，小米确实正稳步逼近，甚至展现出取代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地位的强劲势头。联合早报说，没有冰箱的特斯拉，说特斯拉曾是汽车电动化浪潮的引领者，马斯克的个人魅力和品牌光环让他在中国市场一向所向披靡。多年下来，特斯拉始终依靠 Model 3与 Model Y 两款车型打天下，早已让中国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如今，中国本土电动车品牌持续发力，接连推出配备超大娱乐屏幕、车载冰箱、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新车型。尽管这些配置在汽车上略显华而不实，却正好迎合了被宠坏的中国消费者，成了他们眼中的新标配。有小米车主直言，你知道那种下班回家时在车里让小爱同学小米智能 AI 助理遥控开空调的感觉吗？太爽了。面对市场颓势，特斯拉早已被迫加入中国车企主导的价格战，并计划在2026年推出升级版的 Model Y， 力图重振中国市场。彭博社报道，马斯克已决定亲自上阵接管销售业务，并重现2018年为提升产能而连夜住在工厂的场景，彰显他背水一战的决心。这个2018年，这个马斯克连续3年住在特斯拉位于美国内达华的工厂，以提振员工士气。这个雷军他要极致模仿这个特斯拉，是不是向特斯拉敬礼或者致敬，咱不知道。雷军2024年11月份在他的微博里面也晒出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就是雷军
睡在小米汽车工厂地板上的照片，正好跟这个马斯克睡在内达华工厂那个桌子底下的照片一样。然而，对于马斯克亲下战场能否扭转局势，特斯拉内部似乎不太乐观。《华尔街日报》引述特斯拉中国员工称，他们曾多次向总部反映产品日渐老化的问题，但这些警告往往被总部高层淡化。手中缺乏新品的特斯拉在华销售人员正承受前所未有的业绩压力，挫败感与日俱增。更关键的是，马斯克似乎不愿在市场策略上做出过多妥协，仍寄希望以特斯拉的品质与技术声誉继续维持在中国的影响力。特斯拉本月甚至还上调了 Model 3长续航版在华售价，反映出公司更倾向于捍卫品牌定位。这个联合早报说，生态公司小米造车。有分析认为，小米与特斯拉之间的竞争早已跳脱传统车企间在技术和制造上对抗模式。正因如此，小米的强势入场对特斯拉显出更具威胁。总部设于马来西亚的科技媒体指出，福特、大众等传统汽车制造商挑战特斯拉时，主要是在其擅长领域汽车工程与制造能力上硬碰硬。然而，小米汽车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打法，依托其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积累，打造跨平台互联互通场景。这是小米天然强项，也是特斯拉难以比拟的优势。例如，小米智能手表与车机导航联动后，当信号灯即将变绿或车辆准备转弯时，手表会提前震动提醒。小米 AI 眼镜与预期联动后，用户可一键操控眼镜拍照或录像。预期还支持于连苹果生态联通 ，iPhone 和这个苹果手表用户可远程解锁车辆、开空调、打开前备箱，甚至进行遥控这个停车等操作。iPhone 的灵动岛还能实时显示车辆充电状态等信息。雷军曾披露，预期车主有 52.4% 的使用 iPhone， 比苏期高出 4.4个百分点。我们做小米汽车的时候就下决心更好的支持苹果生态，更好的支持 iPhone。上海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威6月27日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指出，小米不仅是一家电动车公司，他们正构建一个全面整合数码生态系统，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数码经济体中，这样的定位极具吸引力。相比之下，尽管特斯拉在软件技术方面拥有一定积累，但本质上仍是汽车公司，从零构建生态，而小米则是生态公司下场造车。生态整合能力的先天差距使特斯拉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生态这个词被中国的这些创业者已经玩坏了，没有人比贾会计、贾老板更懂生态。关于生态，那雷军、雷布斯照这个贾布斯，那还稍微差一个段位。你比如说，贾布斯已经流落到美国很多年了，但是他创造了什么乐视那个电视，好像现在还在卖，而且还能赚钱，也是个奇迹。说此外，特斯拉寄予厚望的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 至今仍未获得中国监管批准。相比之下，比亚迪、小鹏等本土车企推出的辅助驾驶功能，不仅在性能上已被视为可与 FSD 媲美，还能适应中国复杂的路况。更关键的是，这些功能都被当作标配附送。只是小米异军突起的神话仍伴随不少风险和隐患。这个联合早报说，小米神话的一体两面。小米苏期凭借极具吸引力的定价与强劲性能，吸引无数消费者追捧。然而，今年3月，一场导致3名女大学生身亡的致命车祸，在不少人心里埋下安全隐忧。而预期创下28万辆预订量的神话背后，也有不容忽视的另一面：交付周期漫长，产能紧张，供应链持续承压。此外，预期与苏期亮相之初，都曾因外观设计饱受抄袭争议。不少网民指出，小米车型
借鉴痕迹明显，是东拼西凑的产物。这个小米它也不否认，它就是抄袭保时捷嘛，保时米。上汽集团乘用车副总经理郁金明甚至直言苏七抄袭保时捷，真不要脸。当时保时捷中国总裁柯时迈还曾留下耐人寻味的回应，说或许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这个小米是把保时捷抄到底的。网络上不时流传小米造车等于保时米加法拉米的调侃，也折射出外界对小米汽车原创性的质疑未曾消散。尽管如此，小米仍依托品牌粘性和雷军强大号召力，在激烈的电动车市场中迅速站稳脚跟。另一边，特斯拉在马斯克参政的阴影下，陷入前所未有的舆论与市场压力，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市场都冷风频吹。即使在对马斯克政治立场相对冷感的中国市场，特斯拉作为电动车先行者的光环也正在逐步褪色。小米的强势入局也许还不足以彻底取代特斯拉在华的地位，但已足以让特斯拉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就是联合早报的文章，说小米会否给特斯拉致命一击。我来谈谈我的看法。首先，这个特斯拉和马斯克也有某种叫身份绑定，小米和雷军也是强绑定。大家想象一下，没有雷军的小米，那是会是什么一个小米？同样，没有马斯克的特斯拉，那是什么样一个特斯拉？所以从这个方面看，这两家公司确实有某种类似之处。联合早报也说了，特斯拉是更像是汽车工业，它现在由汽车像汽车周边的生态，比如自动驾驶，再往这个汽车周边去延伸，也逐渐变成一个汽车加生态，有这个趋势。那小米正好反过来，它是小米生态往汽车这儿延伸，就是小米生态下场造汽车。这两个哪一种更有优势呢？如果小米生态下场造别的东西，我是很认可的。你比如造电视机，你造电冰箱，甚至小米不要生产卫生巾吗？都可以，我都觉得这是可以的。但唯独小米生态造车，我是比较担忧的。而特斯拉它从汽车向周边延伸这个生态，我是比较看好。最主要原因就是汽车它的第一个叫重要性能嘛，或者它最重要的性能就是安全性，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联合早报列出了小米的种种优点，让年轻人喜欢的，对吧？又是冰箱，又是什么语音播报，对吧？又是手表跟小米汽车联动， AI 眼镜联动，这些有哪一条是跟安全有关吗？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这些功能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一提到安全，这个小米甚至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它都会哑火。他们大量的费用研发都是在这些什么大沙发、大电视、大冰箱、按摩座椅、吃火锅、防夹头，唯独的解决不了安全问题，解决不了电池起火的问题，而恰恰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小米生态它做任何东西我都觉得挺好。刚才已经说了，它做路由器，它做什么扫地机器人都没毛病，那些东西又不影响安全。你如何确保你车在断电的情况下，里面的人、车外的人、驾驶员还有乘客都能很方便的把门打开？你宣传的那些自动驾驶，连主管部门都已经不让你宣传了，为什么？夸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在营销这一块，小米是略胜特斯拉一筹。这个雷军有后来居上的这种势头，小米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营销。无论它是什么电子消费品，它是手机或其他东西，它都是靠这种互联网营销。什么叫互联网营销？我总结一下，这不一定全。互联网营销第一个就是饥饿营销，给你造成稀缺性。它怎么造成稀缺性呢？它刚上市的时候，它就开始排号，各种让你排队，然后再卡在某一天一放开，大家都去抢购，一定是交少量的定金。这个时候他会安排大量的黄牛，当然有的是黄牛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这公司安排的，故意的嘛。就像线下很多店、线下很多商场或者很多什么卖吃的店，
雇人去排队，奶茶店排了几百米长，各种各样的排队排法，它就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这么长队伍里面，真正去买奶茶的恐怕不多，还有很多人都是不明真相的。他一看这儿排队，他也去排。这一套被雷布斯给搬到互联网营销上，大量的黄牛在里面，导致一个什么？导致真有人想买的买不上，一着急他就要从黄牛手上买，黄牛就赚钱了。这个就是他跟黄牛是一个生态。小米上面搞生态，这就是生态。你看媒体报道，澎湃新闻6月28号，它有个报道叫小米预期爆火，催生倒卖订单。交付时间最长56周，有黄牛加价1.7万转卖。据说现在在闲鱼上面，还在其他电商平台上，好多这个小米预期的这个叫转卖的订单，都是黄牛。第一次看到像抢购潮牌一样抢购汽车，简直是车圈的一道奇迹。6月26日，留足悬念的小米预期正式公布售价，25.35万元起步，并在当天晚间10点正式开启预定，引发一波抢购热潮。不少人秀出自己的3秒锁单战绩。有销售告诉记者，抢预期就像抢茅台，抢到就是赚到。遥遥无期的排队时长意味着只有尽早锁单用户才有希望早拿车。有网友调侃，锁单时间在26日、22时30分之后，今年都不一定能拿到车了。第一波抢到预期的人就能抓住泼天流量，不少自媒体博主用来进行视频和直播，也可以加价转卖，形成2级市场。有汽车博主向记者解释称，从目前火爆程度看，不用担心无法转手。尽管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消费者抱怨没抢到现车，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上，溢价转让预期的订单随处可见，最高转手价格达2万元。你看，都是黄牛，这和炒茅台、炒苹果没区别。那苹果刚上市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排长队？黄牛在那儿加价，一部手机给你加1000。澎湃新闻说，标价1.5万元，最低转让价1万元。一位闲鱼卖家向记者表示，他自称自己并非是黄牛，而是苏七车主。此次转手订单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理，听说很难抢到现车，我就试了一下，居然订到了，这也是个赚钱机会。也就是这个小米什么半个小时28万这个订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大量的都是在炒。另一位闲鱼卖家称自己抢到了3台预期现车，分别加价4000元转手，并称这是全网最低的转手价格，我也不贪，就是小赚一点。他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有1台车确定了买家，动辄1000元、万元的转手费用并不低。截至发稿，上述订单显示已交易成功。一位黄牛告诉记者，目前只收准现车预期 Max 版本，因为标准版本和 Pro 版本的交付周期尚未确定，难以确认是否年内提车。目前给到车主的溢价是4000元，但转手卖出的价格则高达1.7万。据他向记者展示的信息，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长沙、天津、宁波等10个城市收购了预期现车锁单资格，随时可以转让出手。除了转卖订单，预期租车也成为一道颇为成熟的产业链。在闲鱼平台上，不少网友挂出自己是首批车主，并开出2000元到1.5万元不等的日租价格。这也意味着只要越早提车，盈利空间就越大。如果自己不开，能够出租，也能加价转手，怎么算都不亏。为什么有人还愿意租？就是要体验，好去做车评。这都是小米营销带来的所谓的生态。这一块你说特斯拉怎么比得过小米呢？对吧？人家在营销上面下功夫，炒，有人帮他炒，黄牛就是这些二道贩子，他们从中能获利。那谁支付这些钱？就是米粉。他们炒的这个核心的卖点没有一个是安全，都是情怀。你看，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叫齐鲁一点这个报道的，说小米预期现车遭黄牛倒卖，有卖家囤近300单，什么概念？自7月6日小米预期开启交付以来，记者注意到，在闲鱼等二手平台出现多条现车
准现车。就准现车什么意思呢？就是1到5周提车的转让信息，溢价在5000元到5万元不等。有黄牛向记者展示，在手有近300单小米预期 Max 版订单。记者调研了解到，黄牛有2种方式转让现车和准现车：一是提车后按照二手车交易过户；二是提车前更改上牌人信息，按照一手车方式转让。一手车可以享受置换补贴以及地区补贴等，因此转让的价格略高。小米官方知道这些吗？当然知道，这就是他要的生态。正因为有这些黄牛在里面炒，在里面锁单、起哄加秧子，才会给这个忠诚的米粉造成更加焦虑的心理。你看，你现在买后年提车，你谁受得了？所以他就只能找黄牛买，加1万。黄牛有钱赚，下一次小米新车发布，他们继续去憋单去抢，一单要2万块钱锁单，300单就是600万呢。你说这个黄牛很有实力，要提现车，假设一辆车30万，这动不动都要上亿的资金，也就是什么样的人在炒作这个事？当然了，雷军的个人人设加上小米的生态，他现在还能支撑这种炒作的玩法。我们想象一下茅台以前也炒作，那茅台官方指定价是1499，建议零售价，但都卖到3000多啊，一个道理。因为各种经销商加价，因为它这个品牌张力，经济在往上走，喝茅台人多，它这个现象就产生了。但是茅台什么时候垮掉的？现在经济不行了，茅台还是茅台，茅台质量没问题，茅台没有任何变化，是吗？茅台品牌也没有问题。但是经济一下行，大家不喝茅台了，茅台的价格节节下行，炒茅台的黄牛开始赔钱，连那些收酒的二手贩子，收那个高价回收白酒的，他都不收茅台，一收就赔钱，炒作的链条就断了，这价格就是止不住，还得往下掉。所以说你要把茅台看明白了，小米这个一样的会看明白。现在还有很多米粉，小米是靠这些米粉支撑，这些米粉它是各有所图，有的是搞自媒体的，他是借着小米的流量，他也炒作；有的是喜欢保时捷，这就是我认为的特斯拉要输，那营销这块是不行的，你比不过小米。那第三一块，关于国家安全，关于刚才说的是政治立场，特斯拉也不占优势。我说是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咱先不考虑，因为小米它现在也没有出口。由于马斯克他从政，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很多观点，多多少少会影响大家对他的看法，那就进而影响大家对购买这个特斯拉的这种愿望，这多少是有的。雷军他是没有的，雷军他没有，他从来不对这一事发表观点。马斯克指责泽连斯基像个乞丐，向美国要钱，乌克兰就不应该反抗，他这些观点能对他卖车能不受影响吗？那欧洲影响最明显。但是你说大国也有很多人是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的，那这些人在买特斯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想法。所以说啊，马斯克从政搞的这一出对他影响比较大，这一块他比雷军要差。也就是说，小米的车它不带有政治属性，没有，但是特斯拉的车就带有某种政治属性了。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国内现在特斯拉的友好程度，国内这个环境对特斯拉那也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政府出面保护特斯拉一视同仁，哪儿都能去，政府机关也能去了，机场也能去了。不好的时候莫名其妙你很多地方也去不了了。你在国内特斯拉你比小米就要差，小米没有这问题。所以我认为小米给特斯拉致命一击。如果在国内小米取代特斯拉，那绝对不是什么技术超过，而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唯独不是技术。说小米造车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还是它的自动驾驶，还是它的安全性，全面超过特斯拉。另外一个，如果小米超过了特斯拉，那小米超谁呢？这是个问题啊，还拼凑是吗？超保时捷的外观，再超什么特斯拉的设计或者其他的设计去拼凑吗？你拼出来这个第一有什么用呢？超无可超，那就麻烦了。最后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或者叫汽车行业。日本的丰田发布了2025年财报，净利润高达2377亿，丰田一家将近2400亿的利润。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18家上市车企利润全部加起来都到不了人家一半，只有丰田的40%。大家看视频，这个是黄奇帆说的，也就是中国人卖3000万辆车顶不上丰田一家。丰田上个财年一共才卖1000万辆车，18家车企只有人家的40%的利润。吉利、长城、比亚迪、上汽、广汽、北汽、长安这7家利润加起来只有800亿。这7家就是如雷贯耳的这个车企，它的净利润加起来只有丰田的1/3。这个像极了手机行业，整个手机行业的钱80%几都是苹果赚走了，利润就是全球所有的手机行业利润加一起，苹果占了80%几，剩下的15%是安卓的，也就是其他品牌。这其他品牌里面也有让三星占了一大块。国产那么多厉害的菊花、小米、OPPO 这么的企业加一起分了5%的利润，这个数大差不差，大概就是这个量级。你看像极了这个汽车行业。所以说咱们这个汽车行业吹的叫天花乱坠，实际上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就是这些车企，刚才说了小米，你要对标特斯拉，你要打败特斯拉，这个是个美好的愿望。那你别忘了，你把你的员工待遇也要跟特斯拉对标一下。如果能超过特斯拉，那是最好的。比亚迪也一样，你要比亚迪，你的目标是特斯拉，那你把员工的待遇也跟特斯拉比一下。或者说比亚迪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丰田，那也可以，这个愿望很宏大。那你把你的员工的待遇跟丰田的员工待遇也得对标。你的这个伟大，你的第一，你不能靠压榨员工把它压榨到极致来实现，这个有什么意义？现在主管部门都已经看不过去了，不让内卷。你如果国内的这些车企靠压榨员工、压榨供应商、压榨经销商，靠抄袭、靠模仿，成了第一。这个第一意义在哪里？想证明你会剥削是吗？如果你还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安全感，以牺牲安全为代价，那你就更加叫不堪了。所以我们要比什么？不是比营销，不是比吹牛，我们要比员工待遇，要比这个给消费者带来的安全更安全，我们要比对供应商更加友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